来继续来看民进党新考的党主席赖清德，明仔载要来就职，话出讲要重整民进党。讲赖清德率领团队的布置，第一要紧就是要兼顾到派系平衡。学者来分析，这款的布局，就是甲目标放伫个2024年的总统大选，嘛会当来展现到赖清德伫个民进党内强主的地位。感受党员的热情，副总统赖清德成功当选民进党新科主席，过年前就任。目前，伊最主要任务就是带民进党来走出败选的阴影。任何的改变都必须经过台湾人民同意。是未来赖清德会提出一系列的，那他对于两岸以及国际的一个论述。关心世界局势，当时要兼顾各派系平衡。目前听讲，党秘书长决定由局系柯立明来兼，副秘书长锁定捌做副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新调离的黄建嘉，加前新闻部主任郑国辉杨义山，办公室主任是前台北市议员周维佑。赖清德被公认为民进党内2024年挑战总统大选大位的目前的唯一人选。他必须展现出作为党主席以及海纳百川这个可以成为各派系所共同接受的新共主。英国赖清德两岸路线变成伊第二个挑战。英国金融时报报道里讲，赖清德独派立场更加激进，可能以后两岸关系有更加多变动。他会延续蔡英文总统的路线，所以呢，外媒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或怀疑，基本上还停留在过往的时空。过来就是要团结民进党支持者的心。赖清德选前专台走透透，就是表现有协调的本事。民进党在败选之后，本来士气的这种相对应的消退在赖一步又一步的整合，然后这个邀请各派系纳入之后，那也看到了这次在这个当年选举当中赖展现出的企图心。想要挑战2024，赖清德面临三大难题，都要一直去化解外界顾虑。Hello， 大家好，我是乃瑜，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第一个，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你按赞了吗？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赶紧订阅起来，还要记得按赞，开启小铃铛哦。